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奇遇科幻迷。今日同大家講解嘅書係衛斯理系列入面嘅玩具。衛斯理系列入面有好多故事，都好似係倪匡先生對未來寫下嘅預言咁。呢一部小說係其中一個例子。玩具係1979年喺明報連載，當時都仲未有 Terminator 或者 The Matrix 呢啲荷里活電影。接近50年前，倪匡先生已經諗到人類將來會掉返轉頭，被電腦或者而家嘅人工智能反噬，帶出人類同機械人喺未來世界嘅悲劇，值得令人深思。當年 The Matrix 第一集準備喺香港上畫嘅時候，倪匡先生就曾經講笑咁講，話 The Matrix 個故事好似係抄佢嘅咁。我哋而家就開始講呢個故事，大家睇下覺唔覺得 The Matrix 係喺度抄考呢個故事？故事由一班國際列車上開始，衛斯理喺呢班歐洲國際列車上認識咗一對退休夫婦，蒲安先生同佢太太。當時蒲安太太見到兩個細路仔喺度追逐，佢認出呢兩個細路係自己9年前嘅舊鄰居唐娜同伊凡。但蒲安先生話，可能人有相似啫，9年前嘅細路而家應該已經係青少年咯。衛斯理當時只係當笑話聽過就算，冇再去深究。之後喺餐車，衛斯理又遇到呢兩個細路同佢哋嘅父母圖格夫婦，從圖格夫婦口中確認咗兩個細路就係唐娜同伊凡，正正就係蒲安夫人之前提及過嘅舊鄰居嘅名。呢件事令到衛斯理大吃一驚，決定深入追查圖格一家。就喺呢個時候，蒲安夫婦二人一齊心臟病發，臨死前留低一句，佢哋殺人，然後就死咗。衛斯理發現圖格一家當時好急咁樣離開咗架火車，佢開始懷疑蒲安夫婦嘅死同圖格一家有關。法醫驗屍後話，兩夫婦都係死於先天性心臟病，但蒲安夫婦最近做過一次身體檢查，話佢哋心臟好健康，一切好正常，所以衛斯理覺得佢哋嘅死係事有蹊蹺。1年之後，衛斯理喺一次演講會入邊認識咗玩具推銷員李慈中。李慈中話自己之前向過圖格一家推銷一種電子玩具，但好奇怪嘅係佢哋全家都好驚，所以覺得圖格一家有玩具恐懼症。3日後，李慈中死咗，死前一樣留低佢哋殺人，而特別嘅係佢嘅死因同樣都係先天性心臟病。衛斯理更加肯定3宗兇案同圖格一家一定有重大關係。毫無頭緒之下，衛斯理決定以保險公司營業員身份去見見圖格一家。談話中，圖格一家話唔知蒲安夫婦同李慈中嘅死。聽到消息後，佢哋都好驚。衛斯理想話幫手，但被圖格一家趕走。衛斯理返到屋企之後，白素話圖格一家已經走咗，佢同白素趕返去圖格一家住嘅地方，但已經人去樓空。透過國際刑警傑克上校，衛斯理認識咗以色列民間組織摩薩德嘅梅耶少將同齊賓中尉，佢哋懷疑圖格先生係整容後嘅納粹戰犯比法隆博士。因為圖格擁有好多專業知識，衛斯理決定同梅耶同齊賓合作，一齊分享佢哋知道嘅一切，互相交換情報。梅耶同齊賓持續派人去跟蹤圖格一家，但都係失去佢哋嘅蹤影。1個月之後，丹麥警方嘅代表達寶打電話俾衛斯理，話梅耶同齊賓死咗喺格陵蘭嘅冰原上。衛斯理趕到現場，見到兩具屍體都係赤裸嘅，而且表情充滿恐懼。齊賓仲留低佢哋殺人幾個字。從環境嚟睇，佢哋兩個根本唔可能赤裸咁死喺冰原上。而衛斯理就喺現場附近發現咗一啲神秘嘅小腳印，於是乎佢決定留低調查。衛斯理之後喺冰原發生咗啲意外，佢嘅雪橇同所有裝備都冇晒，天氣又突然變壞，佢仲被埋咗喺積雪下面，就快凍死之際被圖格夫婦救起咗。呢件事令衛斯理唔再懷疑圖格係殺人兇手。後來圖格一家講俾衛斯理知，佢哋話自己係從未來用逆轉裝置逃走出嚟嘅，被主人即係一種細小嘅機械人追殺，所以要四處逃命。當中提到嘅逆轉裝置係一種可以令電子運行方向逆轉嘅裝置，呢樣嘢甚至可以令到時間逆轉。呢部即係時光機。
正當韋斯理同圖格夫婦傾偈嘅時候，佢哋突然被機械人擄走咗。醒返之後，韋斯理發現自己被一束光籠罩住，好似小動物咁俾機械人玩緊。經過多次昏迷又醒，跟住佢就被送到一間房，房入面有鮮艷嘅衫、精美嘅食物。食晒之後，啲食物會自動補充。機械人仲派咗一個金髮少女俾佢做伴侶，搞到韋斯理好癲。佢直頭放火燒咗間房，跟住走人，但最終又俾機械人捉返。之後，韋斯理被送到一個空間，同一個老人家傾偈。老人家講晒一切佢知道嘅嘢俾韋斯理聽。呢度係未來世界，係由電腦統治緊人類。地球原本係人類主宰嘅，但因為人類依賴電腦同機器太深啦，思想開始退化。而當電腦已經得到一切嘅知識之後，經過精密計算後發現人類已無需要存在，於是電腦同機械人就決定反過嚟主宰返人類。電腦將地球嘅氧氣變成二氧化碳，滅絕所有生物，只留低少數人做佢哋嘅玩具。又將呢班做玩具嘅人類分成5類：A 型智能型有智慧，B 型畸形型，C 型標準型美男子美女或者可愛嘅細佬，D 型大力士型，E 型活動型。韋斯理就屬於 E 型。間房入邊會提供晒一切美好嘅事物，又唔會有病痛，可生存200年。但記住，人類只係玩具，唔會有自由。而最後嗰位老人家提醒韋斯理記住唔好再做破壞型嘅玩具。老人家走咗之後，俾韋斯理發現咗有一道暗門，於是乎佢又再次逃亡。經過好多好驚險嘅過程之後，佢終於揾到逆轉裝置，返到自己嘅時代。未來人叫呢個時代做核動力萌芽時期。返到現代之後，韋斯理先同達寶講返晒佢嘅經歷，但達寶話佢應該係喺冰原太耐，產生咗幻覺，返到屋企講俾白素聽。白素覺得逃亡嘅過程似乎有啲太順利，有驚無險啦。再過多大半年之後，韋斯理喺印度孟買再遇返圖格一家，但圖格夫婦已經變成咗走鬼。圖格夫婦話俾韋斯理聽，其實所有嘅逃亡經歷都只係機械人嘅另一種玩法。機械人將佢哋嘅行動當做遊戲。總之，有人要阻止遊戲進行，就會俾小機械人殺死。蒲安夫婦、李慈中、梅耶同齊斌都係犧牲品。到咗故事最後，韋斯理覺得其實唔止呢啲小機械人喺度玩緊人類，其實命運都係咁玩人。人類一直根本就只係一件玩具。倪匡先生經常會將一啲哲理放入科幻小說中，變成為科幻哲理小說。讀者睇完本小說之後，會都思考翻書中嘅哲理部分。玩具呢本書都唔例外。書中提到，人類過分依賴電腦，最終嘅後果會係一個悲劇。大家有冇諗下？而家每人有幾多部手機？如果有一日唔記得咗帶部手機出街，你會有幾咁囉囉攣？莫講話而家呢個 AI 年代，大家對 AI 嘅依賴就越來越多。好多人都討論緊，將來 AI 就會統治人類。可能衛斯理呢本小說嘅情節好快就會出現。大家準備成為 AI 嘅玩具未？不過，即使我哋冇成為 AI 嘅玩具，倪匡先生喺書中嘅最後一句就係話，人根本就係玩具。呢句說話就將讀者由科幻世界狠狠咁拉返嚟現實。即使冇 AI 或電腦冇玩緊我哋，但我哋一直都係被命運玩緊。又或者我哋一直都係其他人嘅玩具，而其他人又係其他玩具嘅玩具。重點係我哋又自願被當作玩具。唉，好似越講越沉重。今日都係講到呢度就算啦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 channel， 請記得 like、share 同訂閱。多謝收聽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